荷兰昨国会大选出口的民调显示讲，主张反欧盟、反移民的极右派的自由党会摕到35席，这做是国会上大党。现任总理所属的自民党目前暂时排第3名。也毋过，自由党的未来嘛是需要甲其他的政党合作组联合政府。也毋过其他3大党之前拢捌表示讲，伊无准备要甲自由党合作。大家欢喜的发声，荷兰22暗时结束大选投票，根据出口民调，反伊斯兰加反移民的极右派自由党有机会摕到35席，变作国会最大党，会为荷兰政坛甲欧盟带来新的局面。I'm very proud, but at the same time, it comes with a lot of responsibility. People expect our agenda of hope, tougher asylum and immigration policy, people getting more money to pay for their utilities and groceries. 60岁的自由党领导人怀尔德斯，互人叫做荷兰版的川普，连续25年担任国会议员，是荷兰目前任职上久的议员。捌讲要办理脱欧公投。今年7月，荷兰联合政府无法度伫移民政策达成共识，煞解散。怀尔德斯就利用这种的机会得到选民的支持。不过，准讲自由党得到胜利，离单独组织政府的条件也真远，一定都要寻求其他政党合作。不过，实处加拿大自由党的另外3大党已经表明未加入怀尔德斯这边。Wij zullen nooit in een coalitie stappen met een partij die Nederlanders uitsluit. But she has said already that she doesn't want to work with him as a prime minister. And my view is that he has no stature in Brussels, in Europe. 这届荷兰大选有26个政党投入战场，无特别爱倒一党的中间选民变作是多数。根据荷兰调查研究机构的统计，今年有8成民众是中间选民，也互怀尔德斯甲自由党敢若以23%的得票率，都变作国会最大党。根据荷兰的选制，各政党必须组成实处超过一半的人民，才会当成立内阁。伫这个最近这个历史，毋捌有政党单独组阁。必须要由3至4个政党合作，才有法度组成联合政府。若做怀尔德斯无法度甲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，安尼新总理的人选会出现变数。公司新闻牛眼编译。